据报道，一名19岁维吾尔男子自杀身亡，原因是恐怕被当局关进集中营。据自由亚洲电台6个月前收到的线索，因吉沙县一名维吾尔青年受到警察询问后自杀身亡。通过一系列电话采访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证实，死者是一名叫伊布拉因·卡斯姆的维吾尔青年。据报道，伊布拉因出生于2000年，因此被当局列入危险税组。他曾在中国福建省一小市从事实业，期间通过翻墙软件与加拿大籍维吾尔人古丽联系。他向古丽透露一些关于维吾尔人受到种族歧视的文件。2019年12月，他告诉古丽，因吉沙县警方要求他返回家乡。此后，古丽和他的联系中断。据报道，他一回家就受到警方骚扰，后来自杀身亡。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于12月14日在推特上发表声明，敦促中国当局释放维吾尔族研究人员和教授热依拉·达乌提，并结束东突厥散的文化破坏。代表中国事务委员会2位联席主席发表的声明是在维吾尔族学者热依拉·达乌提被任意逮捕3周年之际发表。早些时候，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段视频消息，内容涉及包括热依拉·达乌提在内的被任意逮捕的维吾尔妇女。该委员会在声明中说，在维吾尔族研究人员热依拉·达乌提失踪3周年之际，委员会主席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，并结束其在东突厥散的文化破坏。52岁的热依拉·达乌提于2017年12月失踪，据称他被带到一个集中营，尽管中国政府尚未透露有关他的任何消息。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15亿美元贷款，以偿还沙特阿拉伯债务。消息人士告诉论坛报，中国再次提供其15亿美元的融资额度，以偿还沙特阿拉伯20亿美元的债务，从而再次援助了他的朋友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财政部消息人士告诉论坛报，巴基斯坦定于周一返还10亿美元，其余10亿美元将于1月到期。报告指出，这一次中国没有从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贷款，也没有向伊斯兰堡提供商业贷款。消息人士说，这2个国家都同意这一次将2011年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再增加100亿人民币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债权国。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确认，乔·拜登在总统选举中胜出，这是他入驻白宫前的最终步骤之一。在现行美国选举制度下，选民投票实际上是选票选举人，然后再由选举人在数周后正式投票选出美国总统。结果是，拜登最终赢得306张选举人票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赢得了232张。接下来，美国国会将于1月6日举行会议，认证选举人团投票。中国长江口周日晚间发生重大的船难事故，有2艘货船相撞，其中1艘入水并沉没，至少3人遇难，5人仍失踪，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此次事故发生在长江口北棗航道水域。据上海海事局消息，一艘货船长绵海洋号因主机故障，在长江口北棗海道附近与另一艘货船新奇胜69号发生碰撞，导致后者船体进水沉没。16名中国船员堕海，截至周一下午，搜救人员一共救起10人，并打捞起1具遇难者尸体，其余5人仍在搜救中。